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，今日教下大家普通話同粵語嘅用詞區別。譬如椅子，粵語叫做椅；桌子，粵語叫做台；碟子，粵語叫做碟。後邊都係冇個子字嘅，但係呢，筷子粵語叫做筷子，係有個子字嘅。筷子嘅歷史呢有成5000年噶啦。話說5000年前，當時嘅上古人類呢，佢哋食嘢係用手，係冇筷子嘅。但係大禹治水啊，大禹係古時候嘅皇帝，大禹治水要上山下海，搬搬抬抬，隻手整污糟咗，咁用手攞嘢食放落個肚就唔衛生，於是大禹呢就將竹樹上邊嘅竹截斷咗，變成咗2條竹棍仔，就係最早嘅筷子，攞嚟夾嘢食。從此之後，中國人就用上筷子啦。咁你知唔知點解中國人嘅筷子係圓頭，而日本人嘅筷子係尖頭，韓國人嘅筷子係扁頭呢？因為日本呢係最早吸收咗我哋中國文化，但係佢又吸收咗好多西洋文化，於是呢佢就模仿西洋人嘅餐具叉，將筷子嘅頭整成尖頭，咁可以叉啲魚、叉啲壽司嚟食。咁韓國人呢，因為佢哋食烤肉食得多啊，所以烤肉嗰個鑊咧係扁平噶嘛，啲肉鋪喺上邊，佢就要用筷子頭將佢整成扁，咁樣好似個鏟一樣啊，鏟啲肉啊，鏟嚟食。最後問下，除咗筷子之外，你仲知道邊啲詞啊喺粵語後邊係有個子字嘅？